呢間位於旺角嘅日資回收首飾店，專門收購 K 金首飾，標明以克計算首飾值幾多錢，唔收佣金同伙號。店方會將收返嚟嘅金飾先送返日本，再做成其他飾物或者係電子零件。呢種鋪頭，日本喺3、4年前已經開始流行，方便客人買首飾。日籍負責人話睇準香港人中意買金，所以想開拓香港嘅市場。香港は家庭でたくさん、24金をはじめ18金、14金というのをたくさん持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感じてます。でその不要なものを、こちらで買い取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まず香港に出しました。最近金價高企，唔少人呢都會攞屋企入邊唔要嘅首飾出嚟套現。而家多咗呢一類型嘅回收首飾專門店，賣金嘅時候又多咗個選擇啦。有顧客話唔去傳統金鋪賣金係因為貪呢度環境輕鬆，唔會有焗住要買嘢嘅壓力。因為咧你攞去金鋪咧，咁好多時佢會壓你價不得已，壓完價之後咧就會 sell 你買其他嘢，真係好煩咯。將日式金飾回收店同金鋪做比較，本地金鋪收 K 金要收返伙號同2%嘅佣金。例如買一條重9分嘅18 K 金頸鏈，以本港飾金牌價每兩11100蚊計算，喺金鋪大約賣到630蚊，而喺日資回收店用日本金價去計，只係賣到540蚊。到底要幫襯邊一類型嘅鋪頭，就要睇下自己嘅需要啦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毛麗清報道。